是咁的，我哋呢組就搞咗一個梅窩大自然顏料製作及水彩繪畫工作坊。當我哋諗呢個工作坊點樣搞嘅時候呢，我哋見到梅窩嘅景色十分漂亮，跟住參加完好老土嘅活動之後呢，發覺其實梅窩都有唔少嘅蔬果啊，在地嘅物料呢係可以轉化成顏料素材。咁跟住我哋組咧就思考啦，如果我哋可以將在地嘅素材收集埋一齊，然後轉化為島嶼工作坊嘅材料嘅話呢，咁係一件好好嘅事。喺重陽節當日呢，邀請咗唔同喺梅窩嘅人呢嚟參與我哋今次呢個工作坊。咁參與嘅人呢，佢哋可以選擇自己識粉嘅配方，就將佢變成水彩顏料，並且呢用水彩嘅畫具呢畫一幅屬於自己嘅水彩明信片。咁過程之中呢，其實都有超過30多位嘅人士參與啦，佢哋都好 enjoy 呢個望住個海去畫畫嘅體驗活動。而喺呢個活動入邊呢，我哋都了解咗唔少梅窩在地人嘅故事啦，並且佢哋對梅窩嘅感受，並將佢化作一幅集體畫。我哋組今次搞呢個島嶼活動，令到我哋了解到梅窩更多嘅面貌。我哋好開心可以搞今次嘅活動，了解更多島嶼嘅文化。